善台今日都幾大風，仲係幾涼啊！係啊，海欣，大家出門口要帶定件外套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0.8至到23.7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0.1至到22度。轉睇風勢圖，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，同時喺度雲帶覆蓋緊沿岸地區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朝早稍涼，日頭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大約26度，吹和緩嘅偏東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聽日氣温回升，星期五天氣漸轉唔穩定，星期六風勢頗大，天氣稍涼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驟雨，珠海雷暴，中山江門雷暴，肇慶雷暴，佛山多雲，廣州、東莞多雲，惠州多雲，深圳雷暴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